喂 ，hello，呢度係邊度？天怡，呢個係台北嘅 GDM 嘅 Gallery。咁今次有個個展喺呢度啦，題目係每一個人走向信仰過程都不一樣。咁信仰，即係我又唔係即係唔係指向一種宗教，亦都唔係指向一個特定嘅神嘅。即係我覺得信仰其實最緊要係嗰種俾你一種希望嗰種感覺咯。咁今次嘅作品其實係大部分係用咗風景或者山水作為一種主題，咁去講返我即係2022年離開香港之後喺加拿大生活咗一段時間。咁當中啲好重要嘅創作，咁今次都會喺呢個展覽入邊咯。咁由一個字開始嘅一句説話。即係我哋生於一個被描述嘅歷史入邊，咁即係我哋選擇唔到我哋邊度出世，選擇唔到發生啲咩事喺身邊。作為創作嘅人，我覺得我哋探索喺呢個被描述歷史入邊一啲未知嘅嘢咯。作品其實大概得6件左右嘅啫。我去咗加拿大之後畫咗啲雀仔啦。咁呢個係 American Robin， 係好似等於差唔多，我諗就係香港你麻雀咁樣，係即係好 common 嘅雀仔嘅。咁因為成日我搬咗加拿大之後，成日聽到一啲雀仔冬天候鳥飛上飛落咁，即係佢哋相對唔係用根同埋土地作為一個家咯，而係佢哋需要通過移動，跟住去組成佢自己嘅生活同家。用唔同嘅木就拼咗一個雀仔嘅圖案咁樣。而家見到呢個係一個擺動嘅手掌咁樣嘅結構。呢一件就係喺香港做啦。佢原本一個手嘅形象，好似你係祈求緊一樣嘢咁樣。咁但係其實我諗我哋面對住一個好動盪不安嘅世代嚟嘅，即係物質可能好豐富，但係其實好動盪，內心亦都可能係好唔得到平安咁樣。咁即係令我諗起好似宗教我哋祈求一樣嘢。咁嗰個祈求同時間其實你發覺好多外力喺度拉扯緊自己。咁你祈求嘅嘢係會究竟係點樣樣咧？咁我諗就係一種安心同埋外力嘅拉扯之間咯。我哋生活喺2020年、2021年喺香港藝術館做嘅一個作品，當時係喺藝術館嘅一個窗上面做嘅。咁跟住件作品當然就保留唔到喺個藝術館度，因為係 site specific 嘅。咁我將佢轉化咗去喺7個熒幕上邊，佢好似冊頁咁樣打開咗咯。咁當時呢件作品叫倒影。當時係有一個雨點嘅創作喺個玻璃窗上面咧，就轉化咗而家喺呢一個 video 嘅入邊啦，已經盧婷嘅造型咁樣，係啦。咁盧婷嗰個角色都好代表到香港。當時 Oscar 好97年時候做咗呢個展覽，咁我覺得真係好重要。咁後邊咧就係叫做富春山居圖再造。我諗如果要做一件作品喺台灣嘅話，展示我會諗係做一件咩作品咧？大家知道富春山居圖其實有2個版本喺台灣啦，另外嗰半叫聖山圖就被認為係其中一個部分咧。咁嗰個原作咧就喺內地組合咗喺個同一個畫面上邊。咁喺見到呢個畫面嘅左邊會有一個好大嘅台灣蘭花啦，亦都好多植物圍住咗喺靠左邊嘅呢一個山度嘅。咁即係好似兩座山經過一段時間，好似植物咁樣，自然界咁樣，好多嘢成長咗啦。咁佢哋個距離係點樣樣咧？即係佢哋係一齊一定唔係一齊嘅咧？咁樣咁就構成咗我諗呢件作品嘅一個起點咯。如果你再行近啲咧，你會見到好多人嘅生活啊。咁呢啲係一啲好細 scale model。咁如果你放翻比例去睇咧，即係好似一個大嘅環境、一個大嘅時代或者一個大嘅佈景底下咧。我哋其實每個人都係如常地生活嘅，但係可能亦都係帶住一種創傷或者帶住一種受傷狀況咁生活。通過創作去抒發咗自己個感受嘛。咁所以點解我覺得即係創作係緊要嘅對我嚟講。咁喺右手邊你見到另外有一排字嘅。咁呢一排字就係當時我喺加拿大生活嘅時候寫咗句説話咯。即係我面對住一個好崩裂嘅世界咁樣。咁揾到一個破碎語言，然之後刻畫翻一個崩塌嘅風景咁樣。所以你見到成個展覽其實係圍繞住風景啊、山水啊嘅題材，但係入邊好多其實係講緊我即係嗰種
離開咗香港呢個地方之後嘅嗰種心情或者狀況。咁非常之巧合咧，其實我冇諗過，原來今年啱啱好台北故宮佢哋而家做呢個好大嘅展覽，而津山居圖嘅2個版本咧都展咗一個展覽。之後今日先去影完，即係睇翻嗰件作品咁樣，即係好神奇嘅過程，係好神奇。係神奇到點樣咧？我 call 咗 Uber 去，嘅 Uber 嘅車牌係1997，我即刻影咗張相。到我入到去嗰個展廳嘅時候咧，我發覺佢原來仲有另一件作品，除咗《富春山居圖》之外咧，就係《草堂十字圖》。咁嗰件作品其實我係喺我而家加拿大工作室咧係黐咗出嚟嘅，因為嗰個作品其實係講緊一種隱居嘅生活。因為正因為我去加拿大之後，其實我當時有諗過問過自己如果香港嘅話，會唔會選擇一種隱居嘅方式咧咁樣？於是乎我將嗰張圖黐咗喺我加拿大嘅工作室嗰度，即係冇諗過今次嚟到就同一時間呢2件作品都會喺故宮嗰度出現咯。咁即係好 crazy 嘅今日我哋嘅歷程係。跟住就係呢個叫解山圖啦。咁解山圖係一個好主要喺加拿大呢幾年呢2-3年做嘅一件作品。如果你喺左邊慢慢望過去咧，係見到有一樣嘢你見到啲山嘅形勢咁樣嘅。咁啲形態咧，其實係慢慢呢一睇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啲筆觸係越嚟越鬆散咁樣嘅。咁呢一個其實畫嘅方法係當時我2022年離開香港之前嗰個月喺香港工作室嘅時候咧，先突然之間爆出嚟嘅。咁同我以前真係畫中國山水畫作為一個 reference 嘅時候，係一個好唔同嘅風格咯。咁我延續咗嗰個風格同埋呢個短嘅筆觸，就做咗解山圖咯。咁解山圖本身喺2015年，即係大概即係10年前，係原本我哋搜集咗213座山，係響古今圖書集成，係一本清代出嘅古籍。咁中文大學圖書館係見得到呢本書嘅。嗰213座山咧，當時嘅諗法就係點樣將組合變成一座好大嘅山。但係經歷咗呢段時間之後，即係我突然之間有種感覺就係呢啲山好似有種破碎嘅感覺咁樣，所以個題目都叫解山圖咯，係將成個過程deconstruct 咗咁樣。咁你見到呢個叫係 Part 1啦，係第一部分啦。咁我而家第2嘅部分咧，就響美國嘅 Crow Museum 展出緊嘅。咁第3部分咧，就喺我工作室嗰度仲做緊。咁所以總共係3倍呢個長度，構成咗嗰213座山被解構嘅一個過程咯。咁嗰個筆觸其實都係一路順住成個過程入邊嘅嗰個節奏而有唔同嘅，有變化嘅。咁所以你問我都講唔出俾你聽。第3幅嗰個作品而家望落去個筆觸係點樣樣？因為嗰個而家都係一路做緊咯。咁呢幅就叫灰熊鎮嘅樹啦。咁我好記得我嚟到呢個畫廊嘅時候咧，畫廊老細Kelvin 咧就覺得哇，個畫廊好高好大咁樣。我話係啊。咁但係我諗，我又心目中突然之間覺得我啲 work 某程度上會 push to 一個 limit， 係可能仲高過佢個空間都唔定。咁你見到呢棵樹，其實呢件作品係高過嗰埲牆，佢甚至乎最底嗰節咧係突翻出嚟咁樣嘅。咁佢賺開咗個空間咁樣咯。咁呢個其實係Douglas fir 啦，一棵樹啦，喺我響加拿大，因為有時成日都會做即係 road trip 嘅。咁我 road trip 嘅時候有一次就去到灰熊鎮，咁見到一棵樹。咁呢棵樹佢好高好大好強壯，但係同時間唔知有一刻我覺得佢其實係好 fragile。於是乎我就將佢做咗一個好似切割好唔穩定嘅畫面咁樣，你而家見到。咁即係佢同時間亦都望落去好強壯，但係又好似好脆弱咁樣樣，好唔穩定咁樣樣。咁我諗我嘅作品或者我甚至乎自己人都係咁樣，經常於即係喺兩種力量之間拉扯入邊咯。咁但係呢種拉扯，我覺得同時間構成咗我做作品或者創作嘅時候嘅一個動力嚟嘅，其實係咁大概今次展覽就係呢幾件作品啦。咁多謝收睇。